嚟睇咯，惠陽淡水嚇中心區就呢啲叫做商品樓，有冇聽講過叫商品樓嚇？淨係有房產證嘅喎，呢啲國土地係成個花園集體使用嘅嚇，有房產證就可以過戶啦。有冇睇佢咁樣喎？佢佔地係54個方2層半，總共咧有4個房間。佢依家仲租緊出去嚇，550蚊一個月。有房產證嘅，亦都係叫做證件齊全啦嚇。幾十個啫，幾十個，50個包過戶嚇，50個包過戶。有冇老細感興趣？喺花園入邊嚇，叫商品樓。你睇，停車嘅話可以停呢個路口，花園路口呢度停車好方便嘅。同埋呢啲舊樓嗰啲遺產繼承啊、生前遺囑嗰啲啊，都可以諮詢我哋嚇。我哋辦嘅時間比較多，房屋過戶嗰啲啊，我哋都好熟啊。